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搁请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袂说。好朋友来讲，我迄讲，互一群朋友招出去啉啥？啉可乐啦，吼！啊，就伫咧海产档，大家吼叫迄个青草诶，一盘100块尔，大家同我泡豆开讲。啊，有影啉可乐，毋是无哦。结果啉可乐，人嘛是咧劝，讲来，下啉要尽量，袂啉要加强。朋友啊，我真爱坦白讲，即句话吼，无影讲是可乐诶话啦，吼，定定酒宴中人咧应用，我就是社会有得去听。我捡来遮，甲你互相探讨，研究一下台湾话艺术的所在咧。典句对下句，下啉要尽量对，啊若袂啉的咧，袂啉要加强。啊，当然要逼你啉你，朋友安尼咧讲尔，啉可乐我听好哦。搁真爱紧甲因讲唔通啦，唔通叫我啉，我无法的啦，因为我即马担头真重，是安怎担头重？另外一个对国情啊较了解的，单话啊讲，啊伊即马都大汉的咧做兵，细汉的咧食奶。即句原来典故才袂讲，原来社会流传趣味的元素。大汉的咧做兵，对啦吼，已经20外，啊细汉的还搁咧食奶。我安尼讲起来，毋着有影讲对大汉的，到甲讲咧做兵已经栽培，已经开起几落百万啊。到即马细汉的，才当要开始入学费，当要开始栽培，无怪讲担头重。这原来典故对的句，原来社会趣味的话。好，郭生你若毋啉无要紧，安尼吼，等下咱即摊煞。来阮兜，去恁兜要啉咖啡上，无啦，伊淡薄啊啦，咱吼小心啊一个啦，4个人坐好一道，我一个咧中做官，做啥物官啊？做总官。啊，毋要叫我跋筊，毋通啦，迄我原来无学啦。人俗语咧讲啦，讲跋筊有来去，看筊看家己。搁正啊，干会晓看筊尔，恁安尼吼有咧来去，我踮遐都固定看骹子，简单讲帮官者尔啦。你看骹子比阮搁较兴，啊对内行的有影，搁种直直吼，看迄四骹吼，安尼跋到天光，啊搁种搁安尼出去风声风听，讲因死的吼，跋一暝啦，无啥输赢，搁种安尼哪会知？啊我就踮边啊吼看一暝，人有来去呢，人啊搁有输赢呢，结果你看骹子踮边啊，比较人迄个咧伊的搁较兴，人讲人咧食米粉，你咧化烧，就是款人，跋筊敢毋好，啉酒嘛敢毋好。社会咧流传台语趣味的元素，谈遮，甲你互相研究、参考、甲探讨咧。